哇，这什么树干这么大？这可能是防那个登革热，所以都把它锯掉，这样就不会那么树叶那么茂躲那个蚊子。中华民国104年，公元2015年，台南市区有点苦穷那发生了登革热严重这里是旧的台南县，这里是柳营比较平安。英国高中资讯职工队，来到柳营国小这边做服务，有户内组、户外组，户内组这边在这边做消防队记录，户外组到社区探访，探访的柳营都是历史。